降。呢個係而家喺韓國發生緊嘅事，全球首個韓國脫髮原因被發現，你嘅頭髮亦都會喺3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3日內令你嘅毛孔打開，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奇蹟。你嘅見證就係貼時眼閉噴道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講得最結束第一字。鏡中嘅我，頭髮稀疏，當毛細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掃咗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嚟越深。食煙同即時食換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是積聚，頭皮嘅細血管變差緊。回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毛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嘅事弊幫到我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。當年打開咗細嘅血管，同埋提供營養，正當無奈播下希望嘅種子，我只係執日就同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嚟。睇住我，另一個我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保持頭皮健康。當毛細血管變得更強壯，我等咗好耐嘅日子將會到來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毛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小廢幣幫我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。當年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出希望，我會用誠實嘅努力去救我攰頭。當你頭髮長咗，頭皮少咗，聞見再次揾到你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再笑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